祷告手。我们听听看，这是什么场景？是一群什么年龄的人呢？我们会以为是幼稚园是吗？其实这是我们的泰雅宗会一间教会，他们的所谓的文化站。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就知道其实他们要出门不是他们容易。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辅助身体的这样子的交通工具。他们这么一大的年纪，却仍然在学习的原因是什么呢？对，就是他们不愿意顺服那个肉体想要这个躺在床上，想要就算了，没有，他们确实愿意顺服圣灵的力量，那让他们的生命是可以重新得力的。我想我们都知道，我的家人钟贤哥，他其实非常努力，在许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出他努力的痕迹，特别也经过医院这些同工的帮助让他每一天都可以来更恢复。其实这是要靠神来帮助，也要靠人的意志，愿意被上帝来带领，而不是随着肉体懒散就算了，没有。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好不好分享一件事今天感谢神让我能够靠着主能够得力，克服掉肉体的这种想要懒散想要算了的我们当然也要带到一件事，还是有一件事可能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打起我们的精神快要过不了关的，快要克服不了的，我们来带到上帝面前。家庭也一样哦，我们的家庭是不是经历那个我们靠主得力的一个经验，美好的经验呢？手牵手，祈祷的手。